来看高雄盐埕埔的文武圣殿圣如宣讲到今已经有上100年历史了。主要是靠坑世间人着爱善良，宣导这经典的义理、做人的道理等等，是过去安定社会的力量。这项流传100年的圣如宣讲，今年获高雄市政府订入做无形文化资产。伫高雄文武圣殿有几若位穿白色长衫的宣讲生向官邸做磕头，头前的主讲开始宣讲内容。文武圣殿逐年的圣如宣讲，旧历3月7日即天开始，今年除了是100年，上特别是互高雄市订入做民俗无形文化资产。庙方表示讲，宣讲主要是考劝世间人爱有伦理道德，各有因果报应等等的内容。阮的宣讲生的这个任务，就是讲，就着这个乱册底所记载的这个诗词的内容吼，甲伊讲做白话。人做人呢爱善良，啊，阮就是咧劝善，所以这个无形的文化呢，就是也是咧劝善呢，安尼。圣如宣讲是为明清时代就有的制度，过去因为战争、天灾等等的因素，为着安定民心，民国14年就成立劝善社。宣讲通常拢伫庙埕来进行。迄当时宣讲是真重视社会教育，主讲会徛伫中央，边仔有2位副主讲，互过去无法度读册百姓，会当透过宣讲得到知识。这是高雄市第一个，也是应该是全国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圣谕宣讲获登为无形文化资产的一个重要的案例。庙方表示讲，文武圣殿的圣如宣讲是全台唯一，真济宣讲生也传承到第3代。每年的旧历3月7日到10月20是宣讲的期间。今年受到官邸组的指示，干那伫文武圣殿进行宣讲仪式，已经成做庙事的重要特色。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